输入标题有时候很浪费时间，就简单看要数字的日期、时间，哎，或者是点几个点就可以按那个继续了。右上方那个像照相机的那个图，还要按一下，画面是选择向内照自己，还是向外照画面照向外照那个风景。拍描绘就是要这样，右上角那个相机的图要按一下，才会向外面拍哦。这个直播就是这样操作的了。从哪里进去的？进入自己的频道，然后正下方你看有个圆圈，有个加号，按那个加号，有选上传影片呢，进行直播呢，建立贴文，要足够多的订阅者才能够有建立贴文的功能，不然就是只有上传影片呢进行直播。新的账户的影片只限定15分钟以内，久了以后才有办法通过验证，成功以后验证成功以后才能上传超过15分钟的影片，可以传12个小时，最多12个小时的长影片了。但是有的影片看到中医大学教授的影片有的超过12小时的，不晓得是不是有互惠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可能在设定的时候选择最长12小时，或者是最大多少 Giga， 比如说最大25 Giga 还是多少 Giga 的影片可能有透过那个选项，然后才会产生超过12小时的影片搜寻蒲公英很多中医医药大学的教授演讲的影片教学影片蒲公英搜寻蒲公英。直播完了，你看到我们的频道来看，就在这个主要播放影片的下面这里，上传的影片这里，第一个直播测试。你看西港庆安宫的啦，麻豆代天府的啦，麻豆武王庙代天府啦，水饺慈济宫的啦，好多那个2018年拍的影片。